1月24日，加拿大保守党影子外交部长庄文浩和保守党国际发展与人权部影子部长加内特·吉尼斯发表联合声明，认定中共对维吾尔穆斯林群体灭绝罪行，并表示加拿大保守党对中共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的种族灭绝深感关切。声明称，包括加拿大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在内的一些机构以及2任美国政府现已得出结论，中国政府正在犯下群体灭绝和其他危害人类罪。这些群体灭绝行为包括系统的人口控制、性暴力和大规模拘留。声明称，因此我们呼吁特鲁多政府与拜登政府一同正式承认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群体灭绝。英国犹太人协会的领导人敦促英国政府结束北京对维吾尔人的镇压行动。英国犹太人理事会主席玛丽·范德泽伊尔在给总理鲍里斯·约翰逊的信中说：“我们犹太人社区总是不愿意将其与犹太人大屠杀相提并论，但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与1930年代和1940年代纳粹德国发生的事情之间有相似之处。”据《卫报》报道，犹太人组织认为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侵犯人权行为。据报道，犹太人权组织内雷卡辛计划在纪念大屠杀之日举行宗教间对话，以引起对东突厥散集中营的维吾尔和其他民族的关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本周3到周5开会审议海警法草案，授权中国海警在处理外国船只在中国海域进行违法活动时可以使用武器。中国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5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该法案2月1日起生效。海警法授权海警单位，如果外国船舶进入中国管辖海域非法从事生产作业活动，不服从停船指令或拒绝中国海警登船检查，并在警告无效后，可以使用各类武力，包括个人手持枪械、舰载机枪等，甚至是使用飞机搭载的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该法律符合国际惯例。在台湾通报今年来最大规模中国军机扰台之际，美国印太司令部表示，美军罗斯福航母战斗群已经进入南海，促进航行自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重申美国支持台湾，这是拜登就任美国新总统后，美国政府首次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根据声明，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指挥官表示，航母战斗群再度进入南海，执行例行任务。除了为了促进航行自由，也为了让盟邦和伙伴国安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注意到中国目前对包括台湾在内邻国的威胁，并感到忧虑，并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在军事、外交及经济领域施压。被称为亚洲最大毒枭的华裔加拿大公民谢志乐，本周五1月22日在荷兰被捕。澳大利亚当局周日正在施加压力，要求荷兰向欧洲引渡这名被捕的男子。该名华裔加拿大公民被视为目前亚洲最大的毒枭，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通缉犯之一。据报道，荷兰当局是在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的要求下，于本周五逮捕了此人。欧洲当局要求荷兰将他引渡到澳大利亚受审。欧洲警方说，多年来这个组织一直在澳大利亚为目标，分销大量毒品，将利润在海外洗白，靠犯罪所得财富为生。